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一路都支持同埋推動母乳餵哺嘅。對於今次香港母乳育嬰協會舉辦嘅國際哺乳週慶祝會咧，我哋係十分支持同鼓勵嘅。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咧，以母乳餵哺嬰兒咧就可以確保嬰兒健康成長同埋得到所需營養。但係咧，由於在職媽媽得唔到僱主同埋周遭配套設施嘅支援咧，咁所以對用母乳餵哺嬰兒咧就產生好多疑慮啦。另外咧，我哋都鼓勵私營企業咧推動母乳友善職場措施嘅，例如為產後復工嘅在職媽媽啦，就提供泵奶時間啦、私隱空間啦，同埋儲存母乳嘅冷藏設施啦。希望咧可以鼓勵多啲嘅母乳媽媽咧可以持續性咁餵哺母乳嘅。另外咧，我哋都鼓勵咧私營企業咧提供自發性嘅延長產假，希望亦都鼓勵到更多在職媽媽餵哺母乳。另外咧，我哋亦都建議政府咧加強宣傳同埋教育母乳嘅好處，提升社會大眾嘅認知，亦都應該培訓更多母嬰健康嘅醫護人員，輔導母乳媽媽啦，同埋咧教導佢哋餵哺母乳嘅技巧。